姊妹大家平安。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下面的智慧。咱伫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衬，互阮伫你的话会改变的下面，会当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真正来领受你的话，也照你的话去行，来荣光你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台湾人过去被称作真有人情味的国家，厝边头尾互相关心，大家用真好礼来款待出外人。但是我的观察，很多时社会中间人甲人的关系，开始有一寡变化。特别是这个世代中间，咱知影充满真侪这个诈骗的代志，所以人甲人中间开始有产生一寡隔离、一寡怀疑，甚至真容易发生冲突、攻击，甚至冤家。人的心中开始拢有一股受气。最近有一则新闻，我想大家拢有注意到，就是伫咱的节运中间有一个长辈爱一个少年人扭出优先座，过去叫做破坏座，即摆改做优先座。原本这是一个真好解决的代志，结果造成上界无好的结果。其实咱若看迄个影片，记录落来影片，咱就知影讲，其实边仔阁出侪位啊。这长辈其实无需要去要求这少年人离开迄个优先座，但是检查这个长辈是无道理，这少年人嘛无应该用暴力起来反击，所以就讲社会中间充满真侪只的冲突攻击。我2003年伫瑞士进修的时阵，有一遍，我甲同学做伙去，是讲有一个老师的先生伊讲伊要入城，因为我咧迄个学校是伫较郊区的所在，若要买物件，就爱入城去采购。阮老师的先生讲要开车去。我就一群人就缀伊去互伊载去日内瓦内底。去无意中煞阮这师长的车抓去甲人小可擦撞我迄个老师的先生是一个美国人，叫弄着应该是瑞士人我想即个落来可能会冤家啦我就咧要讲，因是要用啥物语言冤家啦是要用迄个英文啊，是要用法文啊要小可两个人落来拢若对方惊咧然后两个人就拍电话互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人，两边的保险公司的人无偌久就来协助，了解迄个情形，翕几啊相了后，交我名片。就讲你就通转去由保险公司来处理。这实在甲我料想的完全无共款。我想讲，若普通若发生车祸，拢爱落来甲人输赢一下拢讲我对啊，我对你毋对然后强要向人冤家所以甲我想象的无共款特别这几冬，我感觉咱台湾的社会人心变化真济，可能受到这个电视媒体，也是咱时常咧选举的影响，有时政治立场无共款，意识形态无共款，都常常会甲人产生冲突、冤家，这真正需要反省。
人心中拢有怨气，甚至家己做毋对，该去怪别人，所以怨恨这件代志是真可怕，对人的灵魂体拢会造成伤害。人一旦受到这怨恨所捆绑，毋仅人甲人中间的关系破坏，咱甲上帝中间也破坏，甚至你的肉体嘛会损害。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气死也无伤啊！所以咱来面对这个问题。牧师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是下面的智慧，嘛会当讲和解的智慧啦其实下面就是一种和解咱的文化中间有几句话反映如果若别人歹款待咱、糟蹋咱，还是讲反对咱，咱也来反映有几句俗语啦譬如讲此仇不报非君子对无？此仇不报非君子还有君子报仇13年10年有的是3年不晚，有的是10年不晚这拢是强调讲，亲像旧约相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态度。别人攻击我就是要来报仇，我要讨回公道。检查大家认为说，这是咱的天性嘛，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但是这种态度造成人性的扭曲。有的人为着要报仇，怨气藏伫心内，互家己受苦。君子报仇10年无完无满不完但是你要理解，伫这10年中间，这个怨恨困着咱，常常伫这个怨恨中间来折磨家己。我一直要来报仇，无报仇我足厌气的，但是有一天真正去报仇，你就开始提心吊胆。对方甲伊的亲戚朋友有哪来反击，有哪来报仇，所以安尼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怨恨毋是解决怨恨的答案。疼才是解决怨恨的答案，因为怨恨唔简单，伤害对待你的人，往往对家己的伤害更较大。怨恨藏伫心肝内底，困着家己，互你一世人袂快活。有的人怨恨真久我过去捌去探访一个大家。这大家我大概去，伊就拢甲我念一句讲伊的大汉新部队无好。我就来讲，我看你大汉新部队足好的时常来看虽然因住伫外地，嘛拢时常来关心，供应你的需要，你也无欠缺，开讲你的大汉新部对你无好，我看伊嘛对你足好，对你足有礼貌的。讲牧师你毋知，30年前有一件代志发生。我30年前我要去阮囝因兜看阮孙，迄孙仔做细汉的。结果我家己坐车安尼搬车去甲因兜，我中昼时迄阵可能迄个新妇啦。小可袂晓讲话拢来因大家讲，妈妈你要来无事先甲我讲，我无准备你的饭咧，拢记条条啦，记3十冬，伊的孙仔拢大汉拢娶某拢生囝，做阿祖也阁记条条，这咱看起来小可代志嘛，就知影少年人袂晓讲话，若通了解一下，
都无这代志，安尼要记30当还搁咧记。所以吼，我上咧想讲，伊记30当，时常伫伊心中复习，安尼得困着家己。所以这件代志咱一定要处理。好，咱来学习下面人的功课，因为下面毋干那对，会当去得到对方的原谅，家己也当得到讨棒。咱来理解下面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中间。圣经哪能讲？圣经其实是咧讲一个下面的故事啦。讲人自从犯罪堕落了，上帝甲人的关系就破坏，罪互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破裂。上帝要爱人安尼嘛，所以上帝想要原谅人，甲人和解，重建关系。所以上帝赦免人。伊透过伊的囝耶稣基督赦免咱，洗清咱的罪，所以互咱会当重新甲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互咱今日要圣礼典，当咱甲主同齐道的时阵，就是咧提醒咱，这是上帝主动甲咱和解，这是一个赦免的记号，互咱知影。耶稣基督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就是为着要赦免咱人的罪，洗清洁咱的不义。所以，咱每一遍圣礼典的时阵，咱都爱知影，这是一个关系的中间，互咱甲上帝阁有圣洁的沟通，互咱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耶稣嘛是安尼来教示咱，咱拄则祈祷的时阵，咱拢有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对无？这祈祷文讲啦，讲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主耶稣也安尼强调讲，你若了赦别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的确了赦恁的过犯；你若无了赦别人的过犯，恁的天父也未了赦恁的过犯。换一句话，如果咱若愿意主动去赦免别人的错误，愿意甲别人透过赦免来重建关系，安尼咱上帝也愿意赦免咱所犯的罪，重建跟咱社会的关系。所以每一遍咧圣礼典的时阵，伊就爱去思考，我敢有甲别人发生冲突，还未和解？是毋是圣经来讲吼？咱每一遍礼拜的时阵，要奉献进前，要献祭进前，咱若发现讲咱还未甲兄弟姊妹和解，关系和解了，才来献。这是真重要的。下面就是种关系建立的开始，咱袂当无重视伊。但是同时，咱也爱避免两项下面的错误观念。第一项，下面并不是用阮罪行继续进行，下面是去接纳迄个罪人。耶稣是爱咱去听迄个软弱的罪人，不是去包容伊所做的罪行。下面人并不是消极的包容。反倒当是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希望伊会当改变。咱应该爱面对迄个伤害咱的人的时阵无怨恨，而且用适当的方式协助因，咱更改因的歹所行。咱看记得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有人带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来找耶稣，爱耶稣处理。那照律法是爱用石头来钉死啊！耶稣安怎处理？耶稣对遐个人讲：“恁中间无罪，会当用石头来钉伊。”迄大家伫遐想想的，
圣经中讲，对老的到少年的，一个一个离开哦。因为老的犯罪历史较久啦，犯较侪罪啦，想说我有犯罪，我就离开。少年的慢慢来，嘛想到我嘛是有罪的人，无迄个资格用石头点伊离开。最后剩一个无罪的耶稣。照你讲，耶稣无罪，会当用石头来点伊，但是耶稣来讲啦，我嘛无要定你的罪。但是后壁佫讲一句，讲啥物？毋通佫再犯罪。意思讲，毋通佫互罪恶捆绑你。我要赦免你，赦免你这个人，但是你毋通佫继续犯罪。所以赦免就是爱赦免人，但是毋是用阮罪行继续发生。所以为什么咱新的政府起来了后，开始咧进行这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平反过去的一寡冤屈。意思是讲，咱爱互遮的罪人了解因犯罪，然后停止遮罪行。搁另外一项，赦免并毋是爱继续袂记钱。有人认为讲赦免你就来放袂记啦，莫提起遐伤害代志大家拢莫提起遐相安无事，安尼就好啊。其实毋是安尼啊，因为即款的赦免是无办法互受伤害的人得到讨办，也无办法互伤害的人改变。因为人就是因为被伤害了真深，所以才感觉痛苦嘛。所以一开始就要求伊袂记这代志嘛。所以疗赦毋是袂记钱，疗赦是清楚知影讲，即件代志已经发生，已经伤害到我，但是我无要互即个伤害来控制我的人生。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我选择疗赦，互我无伫即个伤害破徛中间受困扰，这才是赦免真正的意思。第二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要赦免别人之前，你要先接受赦免。为什么安尼讲呢？你赦免的过程中间，咱有一个明白，你若心中有怨恨，无赦免别人，其实是一种罪。圣经安尼讲，既然怨恨家己兄弟甲姊妹，就是杀人的。因知既然杀人的，就无永远的活命。所以怨恨会阻止你领受永远的活命。耶稣基督嘛安尼讲，恁疗赦人的过犯，恁的天父也的确疗赦恁的过犯。所以赦免进前，咱来求上帝赦免咱。爱求上帝，要安怎求上帝赦免咱？当然，咱来先认罪啊！咱来先认罪，咱来明白，咱家己因为无赦免，已经得罪上帝。咱来对上帝认罪，求上帝赦免。圣经中讲，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的确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不义。所以咱应该爱对上帝祈祷，讲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无疗赦，得罪你，求你赦免我。最后一项，就是咱开始爱展开行动。你毋通讲赦免放伫你的心肝内底，对方完全无感觉，毋是安尼。你若要赦免，你就爱有行动。当然一开始要有行动，去赦免伤害你的人真困难，所以有一个步骤，牧师甲大家分享5项。第一项就是求上帝医治咱，咱应该求上帝伫即个破徛顶面医治。
咱知影一个人受伤害，如果你若还未被医治，就爱去面对伤害你的人，通常真困难啊。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用疼代替怨恨。咱原本在心中有怨气嘛，咱求上帝用伊的疼，用伊的平安来充满伫咱原本在被怨恨所占的心中的所在。疼有医治的力量，伊会帮助咱去恢复。第二项就是伫上帝的疼中间去体验上帝的信心。你要赦免一个人吼，可能你会感觉伊对你做无好，安尼误会你，甚至攻击你，你感觉足困难赦免伊，安尼你就爱先去想耶稣。耶稣是无罪，伊无得罪咱，但是咱糟蹋伊、鞭拍伊、困住伊，甚至将伊钉死伫十字架顶。一个无罪的人、无辜的人，为咱来死。安尼咱有啥物款袂当去原谅别人的？所以，咱伫这过程中去思考耶稣为咱所做，咱就渐渐会当去体验着上帝的应允、上帝的信息、伊的公义。安尼咱的心渐渐地咧恢复，有迄个气力去开始准备要去面对迄个攻击咱的人。第二项，咱爱知影去甲别人和解过程中间要发生什么代志，咱毋知。咱爱求上帝掌管。咱内心可能烦恼讲对方，敢有可能接受我的和解？因为其实牧师伫我牧会过程中间处理真侪人甲人的纠纷冲突，往往若无准备好，两个人一见面头起个好势好势，若去讲起家己的委屈两个人拢感觉家己委屈啦，拢讲别人毋对啦，讲到尾迄气佫压起来，就佫冲突啦。毋敢若无解决，佫继续怨恨。所以咱求上帝伫这过程中间掌管，互咱毋通互家己的血气赢过圣神的带领。第三项，伊会当做一件代志，为甲伊见面之前，先替伊祈祷。圣经人讲爱为侮辱你的人祈祷。为伤害你的人祈祷，为什么安尼？因为祈祷会当带来改变，毋敢若改变对方，上界重要是改变家己的心态。因为你无法度为着一个人祈祷，佮同时怨恨伊。如果你若愿意开始为伊祈祷，你的心态就会改变。第四项，你伫进前会当表达一寡善意，让透过别人表达一寡善意。圣经来讲，爱听你的对敌，爱好款待怨恨你的人。好款待就是爱有一寡好的行动。今日的第二段经文安尼讲，讲你的对敌来枵，就互伊饭食；喙焦就互伊水啉。因为你安尼行，就亲像将迄个火炭放伫伊的头壳顶。火炭放伫头壳顶，伊的面会烧嘛，就伊感觉歹势啦。讲我遐尼歹款待伊，伊佫对我遐尼好，我实在毋对。所以这是种化敌为友的力量。咱若真正要消灭咱的对敌上介好的方式就是用疼来互伊变做你的朋友。你的对敌就消失，所以适当去表达你的好意，甚至最后，咱来祝福。咱甲伊见面的时阵，咱讲正面的话，
去建立遐拆毁你的人。如果有人批评你，你就讲伊的好话。哦，伊选择用对的方式甲态度来回应。我相信对方一定会热闹。哦，你祝福遐救助你的人，哦，祝福遐救助你的人，然后鼓励因，带学乐，甚至家己较热闹的，少年家己有毋对，安尼就通化解迄个怨仇。当然，这个要甲人和解，要赦免吼，这对咱来讲吼是甲咱的人生抵触，真困难的代志，真困难的功课。但是这是耶稣基督爱咱做的。最近美国有一个保守派的青年领袖，叫做查理·科克吼，伊就是这个男士吼，伊18岁时阵吼。伊就甲朋友共同创立一个组织，叫做美国转折点吼，美国转折点吼。伫真侪美国的大学设立这个机构，因主要的目的，就是伊感觉美国的大学吼，伤过头自由派，甚至有的校园中间吼。充满了真侪无神论所以伊用伊的信仰来推广这个保守主义的理念。伊用的方式我感觉真勇敢伊用去甲各大学甲意见无同的人辩论，用辩论的方式，希望会当说服甲意见无同的人。当然，伊推动这个运动造成真大的影响应该有几60万的学生加入伊这个美国转折点的这个运动。但是伫今年9月初10，伊伫一间大学中间照常甲人辩论，但是辩论的过程中间，竟然被人枪杀来暗杀死亡。其实我来看这查理·科克，平心来讲啦伊伫真侪信仰观点顶面甲我有真侪无共款啦。我毋是认同伊所有的观点，但是我是相当尊敬伊的坚持甲勇敢，甲伊的敬虔。伊捌讲过一句话应该算作伊的威严啦嘛，真做我真重要的座右铭。伊讲，如果有一天伊死，伊希望人因为伊的信仰、勇气来记牢伊。咱每一个基督徒何点毋是安尼？如果有一天咱离开这世间，人会当因为咱的信仰、勇气来记牢咱，这是一个人上界大的荣耀。伊的个别性中间，伊的太太，就是这个女士老目屎安尼讲，虽然伊甲伊所有爱伊的丈夫的人，拢非常悲伤，后来这个悲剧发生非常艰苦，但是因依然相信上帝，的确将悲剧化作行好的一个机会。伊讲：我赦免迄个凶手，我原谅迄个凶手，而且伊会继续伊先生的工作。伊的工作就是要互，也用华语讲，要互天堂人满为患，就是要拯救较侪灵魂，互天堂充满侪受救赎的灵魂。这句话带互我真大的感动。我看见到一个用伊的信仰实践伊的信仰，带来疼甲赦免力量。
的一个见证。亲爱的姊妹，无需深信，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嘛捌甲人发生一寡冲突，可能你嘛还未开始好解。但是如果你会当开始一寡听的行动，上帝在这过程中间帮助你去做下面疗下的工作。拄开始可能真困难，但是当你开始第一步了，一切拢会真顺利，也互你得到足大的祝福甲头棒。愿上帝祝福大家，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求你赏赐阮气力，阮真正能透过你的话来更新改变阮本身。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